台北艺术大学和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同齐举办台湾当代戏剧创作大师姚一伟的特展，要来纪念这位当代剧剧场的推动者，同齐来看。剧本和片仔是台湾当代戏剧创作大师姚一伟红改编搬上舞台上济创作之一。伊嘛长期致力建立台湾战后的当代剧场，是台湾剧场产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戏剧，基本上就叫做话剧，那都是演的反共抗俄剧。可是，在那个实验剧展当中，基本上就是标榜的就是以纯创作为目的，它的形式就跳脱了当年的话剧。姚一伟的创作分类有剧本、理论、散文等等，一生创作14出的戏剧，包括一口伤仔、炼狱观音等等。今年拄好是伊100岁名诞，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特别举办特展，除了找几啊位当代艺术家，以伊的文件创作做发想材料，佮有互动设计，希望大家通认捌这位大师。一楼的话比较是姚一伟老师的状态，我们就透过他的剧本分了不同的区，我们也刻意的把邀请的艺术家的东西跟这些东西混在一起。2楼就做成像一个剧场后台、剧场排练的一个空间，那也是把艺术家的东西都混在这样的同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表示，这个展览将伫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举办到1月7日，希望各界通借展品，行入姚一伟大师的作品，了解伊的一生。记者点李福凯台北采访报道。